国参众两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要让台湾5年计供100亿的军事援助，实际拨偌济钱也有变数。北韩昨成功测试一款高推力固体燃料发动机，对因研发新型的战略武器有帮赞，会当愈紧射飞弹。马来西亚吉隆坡郊区熊熊发生水崩山，有一档录影区规个台伫咧涂骹底，至少有16人死亡，17人失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顶礼拜，美国的众议院通过明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即阵参议院嘛已经通过啊，就等总统拜登签署生效。在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咱上界关注的，就是要予咱的5年计共100亿的军事援助。这条钱到底安怎运用，也有通好讨论。今日要带大家来了解的是美国的议员对援助咱这条钱的看法。反对的一派是认为讲军事援助台湾会压到别项预算，而且摕美国军事援助的国家真济，亲像是以色列、埃及甲约旦。反对派认为讲，咱台湾的 GDP 经济甲一寡国家比起来是加真好，无应该摕军事援助，结果就是互咱贷款。也若是徛伫咧对面并赞成的这派，是认为讲目前中国北韩伫咧印太地区的威胁更严重，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军事费用煞是新少，多数拢投资伫咧中东地区，应该拨一寡过来。而且对乌克兰战争这个例，赞成派是认为讲应该伫咧战争发生进前，就长期援助先传起来扛。像乌克兰安尼咧拍这送已经袂赴啊，因为这寡争议加上授权法案只是头一步，后续半截法案的审偌济钱过，也佫有济变数。中央对台湾公务合无停公布16发布，强军出动13台强机，3只强弹绕台。美国众议院进行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了后，参议院完了通过法案授权提供台湾5年100亿美金无偿军援，也加上这20亿美金的外国军事用资贷款。法案可授权总统半款权，美国国防部会当用上这10亿美金的防卫物资，也是服务予台湾。但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后就有效。美国国会展现强劲的支持，推动友我法案。国防部表达诚挚的感谢，那么相信此举也会有助于国军建军备战，确保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与和平稳定。强军8月发动围台军演，强舰一直伫咱周边海域势，海军舰艇无用反制，加速连附近磨损。国防部最新发表公告指出，咱驻美军事代表团已经甲 AIT 签署完34亿1160万舰艇连附近的采购案，维持海军的妥善率。美国对台军售本身就是在落实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所以就具备既定政治意涵。但不宜过度解读与刻意诠释。美国真关心台海情势。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拜登政府考虑明年9月派遣政府官员长期住伫台湾，高要伫政府部门工作，强化台美安全保障加经济政策。学者苏志芬认为，这件代志可信度悬。美国甲阿根廷一直有类似的合作经验。各国都不会开放情报部门或情报官员的交流，因为这涉及国家机密。也就是说，这种官员的交流计划仅限于非机密的性质，那让双方可以在合作的这种作业流程上面可以更加顺畅。报道指出，美国已经甲台湾行政部门立法院协商派遣计划，派驻人员伫台湾上长2年，会伫行政机关也是立法院。苏志芬分析，会当深化台美交流，暗国部包含情报机关的合作，台美合作可望创下新的里程。记者综合报道。北韩跟外界动作互动，大家都伫因的国内开发武器，绝对是世界的大威胁。除了直直试射飞弹，中国成功测试一款高推力固体燃料发动机，对因研发新型的战略武器是真有帮赞，会当更较紧发射飞弹。因为北韩的核武器是全世界共同的问题，国际原能总署的署长即阵就当咧访问南韩，强调会全力阻挡北韩继续发展核武。北韩15日领导人金正恩的监督之下，伫西海卫星发射场测试高推力固体燃料的发动机。为金正恩的笑容看来，这个测试应该是真成功。北韩官方媒体表示，这个测试证明发动机的稳定性。金正恩嘛希望讲，另外一款新型的战略武器会当伫上短时程内底制造出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北韩一直拢真拍拼打造更较侪固体燃料的飞弹，因为这种飞弹更较稳定。会使讲会当伫咧无任何警告或者是准备时间的情形之下来发射。北韩今年试射的飞弹数量是真侪，英国毋捌安尼。
包括一粒会当射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飞弹，而且可能进行第7届核子测试，引起国际关注。当地首尔访问的国际原能总署署长格罗西，甲南韩的官员会谈的时阵强调讲，会全力主动北韩发展核武。There are so many important issues that on which we work together, ranging, of course, from the concerns around and about the nuclear program in the DPRK to important matters related to the discharge of upstream water from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plant. 南韩总统尹锡悦呼吁国际原能总署共同合作，加强监督和检查行动，主动并将进一步起诉的行为，希望达到北韩无核化的目标。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执政联盟确定明年税务改革方向，会加扣企业税、个人所得税甲分税，来补国防的防卫费用。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全球上大货运航空公司美国 Atlas 航空，要伫咧南韩仁川机场起维修站，甲亚太地区的维修集中送去仁川机场取代香港。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救护车驾驶后礼拜嘛要大罢工，加上铁路工会嘛当咧罢工。有老大人烦恼讲，若是临时破病，但无救护车，医护人员往回病院的交通嘛被通。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比利时的警方抄到现金证据，怀疑是世界杯主办国卡达乌西欧洲议会副议长的钱。欧洲议会名声受到乌西的买大冲击。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的参议院通过8500多亿美金的国防授权法案。内容包含军事援助台湾甲乌克兰。来看恐怖的画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郊区今日半暝发生水崩山，有一搭录影区是规个互呆伫咧涂骹底，至少是有16个人死亡，17人失踪。奇怪的是，水崩山进前当地并无落大雨，为怎样土石的凶向放几片，爱搁调查。公路边坡规大片土石拢放落去，大量的红土也有树仔对30公尺悬的所在射落去，下骹规个路野区拢大了了，已经看袂出原本的模样。遮尔惊人的景象是发生伫马来西亚的首都，当地消防救援单位接到报案，随即赶到现场来救援。警方估计当时这个野区内底大约有94人。救援人员利用手电，伫暗摸摸的土石堆内底来抢救，即阵已经安全救出61人，不过死亡人数上升到16人，也有17人是下落不明。Yang meninggal tu ada satu kanak-kanak lah. Anggaran saya percaya dalam mungkin 5 tahun lah saja. 真好运走出来，尤其指出当时大部分的人拢已经困去啊，伊雄雄听到土石一粒就落落来，发出敢若像单位讲上款真大声音，布棚强要倒去，伊甲老母赶紧走到安全的所在。不过有一个兄弟不幸死去，另外一个人受伤，即阵医院伫病院接受治疗。当地官员讲，这路野区是一间有机农场所开的旅游景点，并无摕到合法的经营执照，一旦互法院判决有罪，经营者面临处罚。马来西亚定定伫大雨了后爆发土石流，政府已经对山坡地开发定出严格管制。不过土石流意外依然继续发生，离案发地点前一天并无落雨，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土石流？警方也正伫调查。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泰国王室早暗发出消息，44岁大汉公主因为心脏病发作失去意识，泰王已经赶去病院。外界拢认为讲状况无乐观，甚至有记者讲大公主已经过身，王室这几天对公布消息。讲到这泰国的王室，拢会想到亲像电视咧播的宫廷戏剧同款，踏来踏去的形象。今日咱就来看，人人拢想要这个王位继承人到底有啥人？现任的泰王娶过5个，囝儿袂少，而且泰国是亚洲唯一一个无规定后生，干那后生会当接王位的国家，所以查某囝嘛拢咧争。破病大公主是上受到肯定的，名声好，能力好。目前上细汉的王子，顶悬的阿兄拢已经互赶出王室。虽然是上细汉的，毋过是真有可能是会当继承王位的头一个顺位。毋过有风声讲伊有自闭症，这嘛有可能会影响到继承。也若是二公主是介意互总设计心较无伫咧王室。
人民上介意的大公主即阵传出婚变消息，是搁再引起媒体关注王室的内幕。根据泰国王室15日声明，泰王瓦吉拉隆功的大汉查某囝，今年44岁的帕查拉吉蒂亚帕，则是伫曼谷东北部训练狗的时阵，雄雄昏去，互人送去附近的一间病院，再来用直升机载去曼谷朱拉隆功病院接受治疗。泰国全国飞翔领导人已经下令全国的飞翔一天2届为大公主祈福。泰王瓦吉拉隆功原来坐飞机去探视。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泰国王室对媒体发布的医疗消息，大部分是无讲证明，真歹判定大公主的病况。长期关心泰国王室动态的英国记者马歇尔，一直社群媒体讲，帕查拉吉蒂亚帕情况无啥乐观，需要用到叶克膜，所以有必要飞去曼谷接受治疗。推测王室真有可能是用安尼来维持性命，再搁安排后续的代志。帕查拉吉蒂亚帕是泰王甲头一任家后所生的上大汉的囝，为2016年泰王普美蓬过身了后，大公主就一直是瓦吉拉隆功决策的人员之一，佮任命伊是泰王私人卫队高级官员，伊也是王室成员内底成就上显目的。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硕士加博士学位，也热爱运动。泰王也未指定王位继承人，小妹西里万瓦里公主也甲小弟提邦公王子拢有接班的资格。根据王室的传统，一般拢是王子继承，不过提邦公王子有自闭症。帕查拉吉蒂亚帕是真敖做代志的王室成员，外界普遍认为伊是上适合的人选。帕查拉吉蒂亚帕是泰国长期宣传宪法改革，特别为女受刑人讲话人。泰国是全世界女受刑人人数上侪国家之一。伊也伫2012至2014年中间，捌担任泰国驻奥地利大使，同时也担任过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东南亚亲善大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咱的地球虽然7成拢是水，不过多数拢是咸水未价值。有一个国家是长期生活伫咧欠水的环境当中。美国 NASA 即阵就对南加州发射一粒卫星 SWOT 到太空。这项卫星计划运用的是微波雷达技术，收集9成的水资源资料，嘛互 NASA 来做未来15大任务的其中一项。SWOT 的任务重点，第一个是调查水资源对气候暖化影响，探索海洋吸收烧气甲热氧化碳的方式。第二是找出也未去互发现，佮会当运用的水资源。这是全世界头一届伫咧太空当中调查地球的海洋污甲河川。实验室内，大家对卫星做各种感应测试，透过这个地表水甲海洋地形SWOT先进雷达卫星，会当用甲过去无同的视野，互科学家了解地表7成的水资源的状况。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when it's higher or when it's lower, and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make it much more granular. So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ay, here's how much water there is, not just for the whole world, but also for individual regions and individual lakes and reservoirs and rivers. SWOT 计划是全球头一个为太空调查地球水资源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 ，NASA 聘去推进实验室，甲法国、加拿大的航太单位共同合作，用将近20天的时间研发，结合微波雷达的技术，用高解析度的方式收集全球9成以上海洋、湖、水库甲河流的空中甲地表测量资料。雷达会每21天对地球做2届的扫描、汇整资料，而且探索海洋吸收大气内底热量甲二氧化碳的方式，来促进海洋宽流无形的功能，而且加强对天气甲气候的预测。It's really what's happening directly at the coast that's most important, and SWOT's going to start to give us measurements of what's occurring at the coast and how some of the movement of water between ocean and land is occurring at this coastal interface. 这是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列出 NASA 伫未来10年应该爱执行的任务之一。推特新头家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16会伫南加州的范登堡美国太空部队基地，用大英9号火箭发射卫星SWOT到太空，做未来3档的数据收集。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西班牙联合政府通过一项新法案，规定16岁、17岁少女要摕囡仔，毋免经过父母同意。另外，嘛，互女性的劳工会当享有薪水的生理假，就是月事假，无限几工免提供证明。这条钱会由国家来出，袂增加头家负担。不过，有工会是烦恼讲，这项新法案会当互女性请假，会互企业较无想要请女员工，等到互女性伫咧工课场失去优势。
西班牙国会15以190票赞成、154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执政的左派联盟起草的性甲生殖健康法，内容得到性健康、性权、生殖健康甲生殖权利有大幅度的改革。新法取消16、17岁少女堕胎爱得到父母同意的规定，想要终止有薪的妇女无再被强制要求3天的缓诉期，对有薪第39礼拜开始会使有薪水来休假。另外，也予女性劳工生理期内会使休困，而且有薪水。而且部分天数不需要医师的证明，只用国家社会安全系统来支付，临时头家。公共机构，亲像学校、家工，也是健康中心，拢必须要提供免费的生理用品。也有代理别人有薪生囝，看做是种对女性的暴力，属有非法的行为。Esta es definitivamente una legislatura de avances feministas. Avances como esta nueva ley del aborto o como la ley de garantía integral de la libertad sexual son los que permiten que ejerzamos la libertad sobre nuestros cuerpos, que el Estado reconozca la ciudadanía plena de más de la mitad de la población que somos las mujeres. 西班牙在促进妇女权利方面扮演领导者的角色。2004年通过欧洲头一单对抗家庭暴力法案，即阵佫正做头一个予女性生理期休困佫有薪水的欧洲国家。即阵的左派政府内阁成员性别比例是女性比男性较侪。也毋过，性甲生殖健康法审议过程伫政治任务甲工会中间看法真无同。西班牙上大工会 UGT 就警告，新法会互即个妇女带来无好名声，并且互男性伫找头路时阵较有优势。法案所来送到参议院审理，若是有异议，会被送到下议院进行新一轮的投票。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波多黎各是美国海外领土，人民有美国国籍却无投票权。美国众议院当时批准法案，要让波多黎各明年公投决定法是要独立，也是正做美国第51个州。不过，这项法案还阁送去参议院，恐惊是无遮好过。133, the nays are 191. The bill is passed. 这位波多黎各的众议员欧凯秀科提兹亲身宣布法案的结果。美国众议院15批准波多黎各地位法案。允准波多黎各伫明年3月进行有法律效力的公投，决定敢是要正做美国的第51个州，或者是独立，也是甲美国自由联系的主权领土。This bill is about the Puerto Rican people and their island ought to be central to their policies, and that is the right of peoples to self-determination, not arms, not force, but by the choice of the people. 波多黎各伫加勒比海地区，人口差不多330万人。1898年正做美国的领土，波多黎各的公民会当自由出入美国本土，不过却无选总统甲2院议员的投票权。100年来发生过几啊届独立的抗争甲公投，最后拢无法度成功改变政治的现状。上尾一届政治地位公投是伫2020年，迄当阵有53%支持正做美国的一个州，不过登记投票的选民敢若有一半，而且公投并无法律的约束力。这个法案由民主党国会议员提出，共和党反对者批评法案并无提供维持现状的选项，是民主党用来转移焦点的手路。而且这嘛关系到明年预算的联邦支出案，目前约卡条例。也若参议院爱伫这个月结束进程批准这个法案，若无就会失效。目前看来恐惊是真恶予批准。若拖到明年，共和党重新登去众议院多数，嘛无啥可能搁再提案。公视新闻牛眼编译。美国有一间餐厅的料理看起来是青超过营养，不过这不是去互人食的，是专工设计的高压料理。甲写营业中的牌向外口，这间伫美国芝加哥的餐厅开始因新的一天。吧台顶悬摆各种的好料理，牛肉、鸡肉、猪肉、鱼仔、菜色果子，逐项都有。不过这不是要互人食的，是替狗仔准备的。This is something different. This is something new, and we didn't find anyone who was making food fresh in a kitchen and portioning, customizing right here in a location based on what you tell us about your dog. 这间宠物餐厅发现讲，真侪主人真爱这宠物盘，不过佫唔知影爱穿偌济物件互因食，可能看到狗仔目睭啼甲大蕊，就佫甲因饲东饲西，结果有50%以上的狗仔体重拢超过标准。所以，因特别针对狗仔的身体状况来替因设计食食的计划。We have theoretical values based on the weight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dog,
so that you don't overfeed your dog or you underfeed your dog. 因希望人类上届适中的朋友会当得到像亲人同款的对待，关心因食食的惯势，甲身体健康，减少宠物伴的辛苦白疼，嘛会当陪主人搁较久长的时间。公司新闻，陈文英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